早晨，早晨啊！琴日又問咗一個相關做人情啊、做隨禮啊多少錢啊嚇？咁我今日咧又有一個想問一問大家嚇。聽講咧內地咧好多地方係天價聘禮啊嚇，嫁妝嘅。咁我亦都想知道一下你哋家鄉咧嘅聘禮啊、嫁妝啊係幾多啊？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啊嚇？另外大家又可以猜一下我30年前我用幾多聘禮咧喺我外母乸上面啊儲咗我嗰個老虎乸翻嚟啦嚇！好啦，佢又揾早餐食啊，早餐見啊！化大早餐嚟啊，靚唔靚仔？大家話，大嘅精神精神啊！精神啊！啊，我睇下我呢份綠化大早餐，又有牛油果雞蛋，呢個紅蘿蔔，哇，好豐富㗎！呢個西蘭花，有南瓜，又有呢啲蘑菇，正。牛油果好味道，哇！啲薯啊，好啊！大家都要精精神神啊，開開心心，係爽啊！精神精神。